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我是苏老师，我过来了。咱今仔日呢，再过来继续咱的台语教学哦。最近苏老师鼻孔有点怪怪，鼻孔怪怪哦吼。哎，安尼要安怎？来，咱来吼，来切一个片的哦吼。来，阿鸟会。到这个比赛要大地啦，恐怖啊！这毋个比赛超级大地，超级大地，有看到无？哦，这伤过恐怖啊！也是爱吼挂喙安较好哦吼。因为即摆呢吼，病毒的期间，所以咱尽量呢吼爱挂喙安。好，记挂喙安哦。咱即摆呢吼，今仔日同款，咱的课程也是真精彩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大家吼讲故事互大家听。今仔日呢，咱来吼听故事，顺续有台语哦吼。好，即摆呢，老师特别讲吼，咱以前有讲过吼，迄个吼。阿哥啦，佮阿妹啦，阿哥啦，射日头的故事，本地十粒日头，十粒无，吼阿哥啦，甲射9粒日头啦，所以呢，咱即摆呢剩一粒日头呢。毋过因为安尼，伊天顶的天神甲伊赶落来咱人大的所在，所以阿哥啦，甲阿妹啦，伊就毋是神啦，伊就变做人，后来伊甲咱人呢带做伙。带做伙了哦，因为这个世间的本地日头10个日头出来的时阵，烧到迄所有的物件拢烧了啊！所有的秘伫个山内，秘伫迄树林内底，一寡妖魔鬼怪拢总走出来啊！因嘛无物件通好食，要走出来食啥？食人啊！走出来食人偌恐怖的呢，所以这个是呢拄有4只足厉害的妖怪，大家拢惊到要死啊！安尼要安怎？这个是阿哥啦伊好，我决定要来甲这妖魔鬼怪的甲伊拍死。大其实呢有一只足恐怖的八头怪。什么叫做八头怪呢？就是伊有8粒头。伊个身躯像迄一尾蛇呢，蛇就是伫涂骹咧蛇啦伊一尾蛇伫涂骹安尼迄种一尾蛇，毋过迄尾蛇呢伊呢有8粒头，伊个头呢足奇怪哦，伊个8粒头拄什么头呢？就是狮、虎、白、鸭、牛、马、象、鹿。8种动物的头，狮、虎、白、鸭、牛、马、象、鹿，这8只动物的头。迄只8头怪伊是秘伫水里，伊秘伫水里安怎？人若行到遐过的时阵伊拢会偷出来，甲人行到迄湖边、伊就甲夹落。安尼逐个行到遐时拢休食去所以人就拢毋敢去。若要用水呢都毋敢去遐。若有人去遐钓鱼，嘛又加去。所以这个时阵安怎？哇！这个阿哥啦伊就准备强劲弓箭，伊甲射。毋过伊有8粒头你就算甲射一粒头，伊嘛袂死啊。8粒头拢做伙射，别人无遐厉害干那阿哥啦足厉害尔，要安怎？伊怎想一个办法，足好的办法伊叫足侪人伫个湖边伫湖边围起来，逐个拢用一支足重的竹篙，竹竿拢用迄把，用迄把安那用迄把。鞋是用果子，因为大象狮虎白拢爱食肉对无？狮虎白
鸭呢，嘛是会加减来食肉吼，食迄豆粉啊，牛呢、马呢、甲象呢、甲鹿呢吼，因拢会是食草啊，对无？有的用肉，有的用草啊，安尼吼，用个青草，就喂一个圆孔啊，因看到有好料的通食尔吼，因怎八粒头拢伸出来咯，伸出来呢，八粒头画咧，因为伊个头是足侪粒，拢画咧按这边，画咧按这边，按那边，按那边，从伫遐扭哦，八粒头一直扭，要食物件，我砰一个安怎？八粒头扭一个做干哦，扭一个动起啊，动起呢，我做死翘翘啊，所以伊用这个方法哦，甲八头怪的吼，甲伊拍死啊！有够巧的呢。好，因搁行到第二个所在，第二个所在呢吼，迄妖怪叫做人妖，人妖。人妖呢吼，伊是狮的头狮子头，狮的头，人的身躯哦，伊比拢避开哦，伊避开。然后人行对遐过的时阵，安怎？伊就甲食掉。所以大家毋知影，拢行对遐过要做工课啊，就拢无转来，就死啊！后来人就知影讲袂使安那过。即个是阿哥啦，伊足巧诶，足聪明诶哦。伊怎用迄鸡内底鸡甲刣饲料内底包石头啦。毋过呢，迄只人妖足厉害呢，甲鸡肉甲石头拢剥啊油啊，拢食掉伊啊。所以安怎嘛无要紧啊？连咧石头伊嘛甲剥掉。好，阿哥啦到尾当想办法，伊怎用只大只鸡肉内底呢甲迄鸡肉刣掉，甲迄内底会当甲剥掉，包炸药，包迄炸药炸药。即马呢，人妖看到好料鸡肉，就我今仔食了了呢，砰一声，安怎就砰起来，所以死啊！所以人妖呢，这个时阵的人妖安怎？伊嘛死原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过来呢咱来讲第三个伊呢第三妖怪呢叫做大雕。什么叫大雕？大雕就是一只足大只的鸟，像迄老鹰、老鹰像迄老鹰迄老鹰，迄足大只。迄时人人咧飞起来会像那风台安尼，会甲迄涂骹的物件甚至厝拢会迄飞迄种风会一了倒去呢。因为以前的厝，敢无像即摆厝遮尔好啊，对无？伊就想讲，即只大雕来啦要安怎？结果呢，因用钱甲写，毋过写呢，虽然写着，毋过伊阁袂死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后来即个阿哥啦伊足聪明呢，想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伊安怎伊知无？伊怎伫迄大樟树搭迄足粗的绳啊，很粗的绳子足粗的绳啊，安那足粗的绳啊，那个搭伫迄树的树箍安尼搭。钱呢佮甲迄个绳拔掉的。伊怎安尼写？咻，安尼写，拢拔掉。结果呢，迄只大雕呢，又写着伊嘛要去飞走啊。毋过要飞走，因为安怎？伊搭伫迄大树箍的迄绳佮搭伫迄大树箍树干拔掉的时，伊怎扭起来？什么树嘛，迄个扭起来哦。毋过扭起来伊毋足重啊，伊就足重，伊就慢慢飞袂遐悬，射过来，砰一个，因怎一直射，佮射袂死啊。所以大雕嘛死啊。已经杀死三只妖怪啊！好，过来到第四关。第四关呢迄只妖怪叫做满枝蛇。什么叫做满枝蛇？满枝种软点了，伊尾蛇呢蛇伊尾蛇呢软，安尼更的像迄一座小山安尼哇！人行到遐掠做是山小山就咧爬山，爬山了就夹落就食掉
哇！啊，逐个拢毋知影啊，毋知影迄是蛇，结果啊，这是一个小山小山吼，安尼啊吼，小山吼，啊，结果安那，这个时阵诶吼，哇，死足济人，这个阿哥啦，伊足聪明诶，伊就安怎，伊也就枪就是长枪，吼，毋是扁迄种哦，是你共插迄种哦，迄种哦，迄种长矛长枪哦，吼，迄种长诶，哦，爱长哦，爱插的吼。啊，伊呢，这头呢吼，用一块鸡肉，一只鸡哦，吼，一只鸡肉，吼，啊，怎啊插落？啊，插落时呢吼，伊就甲伊只蛇声哦，啊，蛇为着要食迄只鸡肉呢吼，伊蛇开哦，啊，伊就走哦，哦，啊，过来就走，啊，伊尾蛇呢，伊会蛇，啊，喙开哦，啊，就蛇啊变足重啊吼。哦，这个是呢，阿哥啦呢吼，伊安怎去知无？伊偌勇敢的呢？伊怎看着要蛇蛇来是哦，伊要蛇蛇来，啊，伊怎吼？伊喺边长枪哦，长枪哦吼，对吧？伊只，哎怎？伊个冲，两个对冲哦，哎喙开哦，砰一下怎？干入去哦，哎呀呢？伊怎？伊要更，更咧，按尾蛇的尾啊，走出来。所以要蛇呢，更一个吼，安尼个喙更啊尾啊，哇！迄要蛇煞怎啦？煞怎？伊要更一个吼，必做两边啊，哦，拆入去啊，开去啊，啊蛇呢，就伫遐一直选，啊，毋过到尾伊嘛死了，啊死了呢，因怎甲伊尾蛇安那甲烧掉啊？吼，你看偌恐怖的呢，所以吼，到尾啊，伊个即个阿哥啦呢，伊怎啦？甲八头怪。啊，搁再人妖，搁大雕，啊，搁麻糍蛇呢吼，拢甲伊吼收掉啊，拢甲伊吼拍死啊。所以这个时阵安怎？因呢吼，就无法当作怪。啊，后来这个世间人呢，就讲哇，这个阿哥啦吼，实在够强诶，吼，所以呢，后来因就请阿哥啦吼做因吼，这个世间上的国王啦，吼。伊就伫遐吼做国王啊吼，安尼啊，所以咧吼，因就做王，逐个就讲哦，阿哥啦，上解用，阿哥啦上解用，你是上解强，上解厉害哦，所以咧吼，逐个哦，拢总吼，奉伊做王，啊，阿妹仔就做哪王的某，就是王后哦，好，啊，这个吼，阿哥啦，收妖怪的故事呢吼。咱就讲到这，哦，讲一句吼，好，啊，这个故事吼，够重呀。来，啊，过来呢吼，咱呢吼，过来吼，讲第二个故事。啊，毋过要讲第二个故事之前呢，咱个先来吼，练习一下哦，吼，来语背声调啊吼，我来，顺long l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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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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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p i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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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p im 爱变 yep 咯吼 im 变 yep 第四声低音短音吼 yep im yep 丁 yep 明 yep 精 接清切。老师先讲着，迄个就是中音长音，啊尾啊，迄个慢讲着就是短音低音哦。冰冰啊，所以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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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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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声变色，经变结，啊冷变热，哦，安尼哦吼。好，啊，今仔日呢讲互欢喜哦吼，来，咱继续，咱再来讲第二个故事哦吼。第二个故事嘛真长哦，第二个故事叫做阿达拉的故事。哦，这个阿达拉吼，哦，有啥物故事呢？伫古早有一个，伊叫做阿达拉。阿达拉吼，伊吼生做做缘投，啊做认真做工课，
伫因迄个所在吼，逐个若讲听到阿达拉拢讲，阿达拉上界赞，阿达拉上人做人上好。有一日咯，因的国王哦，就去因迄个所在哦，去遐行行看看，巡视一下吼，巡视哦。啊，结果咧，因就问讲啊，恁这庄头吼，恁这庄吼上好的人是啥物人？逐个拢讲阿达拉，阿达拉，哦，阿达拉比国王吼搁较强呢。国王心内无欢喜咧，伊就讲哦，阿达拉叫来，阿达拉就讲国王你好，我是阿达拉。国王就阿达拉讲哦，迄个国王吼，阿达拉，我摕香批，啊你摕去吼，我的某就是王后吼，王后咧吼，摕我的某，啊迄张批内底写啥呢？写讲王后，吼，就是国王的某啦吼，就讲亲爱的阿娜达，阿娜达就是因某吼，你若收到即张批的时候。爱甲即个阿达拉吼，派人甲阿达拉杀死，安尼啦。啊，毋过阿达拉毋知影内底写安尼啊，伊嘛做老实的退去啊。啊，毋过还未到王宫的时候，伊看到一个老阿婆，就讲老阿婆，我叫做阿达拉啦。啊，我要去送批去王宫啦，国王叫我送。迄老阿婆足好心就讲好啦，无下暗你就带阮兜，啊明仔载甲送安尼，讲好啊，伊阿达拉就甲迄张批囥伫桌仔顶，伊足忝的哦，伊就去困。去困的是迄个阿婆想讲，即个国王是歹人啊，毋知内底写啥，伊咧竟然甲偷看张批啦，迄张批内底写讲安那达就是国王的某伊足亲密的称呼，你若收到批时，派人甲阿达拉杀死哦。啊，毋过伊讲啊，领有诶，国王哪遐歹心要甲阿达拉杀死？阿达拉是好人啊，对毋对？结果，迄个阿婆足厉害诶呢，伊会晓迄个模仿，就是模仿啦模仿人诶笔画迄个笔迄个笔画变啊写，伊会晓模仿伊怎啊写安怎呢？把张摕掉。用另外一张批纸写讲，阿那达，你若收到即张批爱甲咱查某囝，就是公主嫁互阿达拉做某。啊若你着准备婚礼，等一礼拜我若登去因着要结婚啊，安尼就对啦该安尼阿达拉拢毋知影，阿达拉呢摕着即张批，伊就去啊。去了呢，去找着国王的某个是伊交互伊写讲。阿那达，你若收到批，就甲咱查某囝嫁互伊做某，准备婚礼，好，就开始准备啊。因为迄笔画甲国王写拢共款，所以因某呢伊就毋知影好，即马伊就准备。毋过过一礼拜后，国王登去啊，哪要办婚礼？伊讲你看这你写的批无毋对啊，哪有人嫁我的批？伊就感觉足奇怪。毋过呢，国王讲好竟然安尼，我嘛莫做一个无守信用的人。伊安怎做？你知无？伊怎讲？好，你要带阮查某囝使，毋过有一个条件，你爱去巨人山，甲迄个巨人王带3支金色的头毛，巨人山找巨人王。巨人就是足大汉的人，叫做巨人伊只有山叫做巨人山巨人山。做迄个巨人王，就是足大汉的王咯伊头毛是金色的，你甲带3支头毛，我就甲查某囝叫互你做某。毋过呢，你敢知影？迄巨人会食人呢？伊叫伊去，就是要互伊去遐死的啊，要甲害互死啊。毋过阿达拉嘛毋知啊，好，伊为着要带公主做某，伊就行行爱过3关，第一关伊行到倒位呢？行到一个湖泊一个湖，有一个船夫伫遐咧过船划船伊就讲船夫，拜托你载我过湖的迄边，我要去巨人山找巨人王。迄个巨人王啥物代志伊拢知，你若甲问啥伊拢知，毋过伊袂甲你讲伊会食人呢。迄个船夫听了讲，好啊，我载你过会使，
毋过吼，你若有法度通转来，伊会食人哦。你若有法度通转来，你甲我问一个问题，替我问一个问题，讲好，你讲，我伫遮过存啊过30年啊，啊，我即摆老啊要退休啊，拢无法度退休。啊，伊讲啊，你着退休啊，你着转去就好啊。伊讲无啊，我特别若要走吼，风拢甲我吹转来，特别若要走转去阮厝，风拢搁甲我吹转来，啊，所以我无法度啊，我拢伫遮过存啊。安尼吼，少年过到老，过到30啊，好啦，我帮你问，迄个船夫呢吼，着安怎？着甲过存啊甲载过。好，到第二关，有一个吼城，迄个城足水个吼，伊要入城的时阵，入那个城门吼，要入城的时，迄士兵吼，迄兵仔甲围牌讲，你袂使过，你要对？伊讲，我要去奇云山找奇云王啊，要甲哦挽3支的金头毛。伊讲哦，听讲迄奇云王哦，啥物代志伊拢知，无安尼，我帮你过会使。啊，你问，替阮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阮遮吼有一个喷水池、喷水池吼，喷水池以前拢会喷水，啊喷咧珍珠，珍珠阮会当卖，阮着有钱。即摆拢袂喷水啊，你甲我问看为虾米？伊讲好，我帮你问，啊，伊就互伊过了。佮行到第三关，第三关呢是吼有一个吼，算做讲吼，伊吼第三关是啥物事？伊就是吼，迄个有一个城，啊伊吼士兵嘛甲围起，嘛无爱互过。啊伊讲，你若要过会使，替阮问一个问题，阮有一丛树啊，拢会发金的苹果，啊金的苹果就是金啊，会当卖钱换钱。啊，阮即摆吼拢无法度通发金色的苹果。你问奇银王，问看啥物原因，我就去过，讲好，啊就过啊。啊过了呢，伊到迄个所在，吼，迄厝吼足大个啦，迄个山足悬，啊厝足大，因为吼奇银王足大汉啊，啊伊无伫厝，看到一个老阿婆伫遐，啊讲老阿婆，啊你借问诶，奇银王到伫咧？讲你要创啥啦？你紧转去啦！讲袂使啦，我惊讲骹啊、手啊拢受伤啊，你搁叫我转去？我需要吼，伊吼3支金色的头毛，啊，搁问3个问题啦。啊无吼，我当然会用刣死啦，会用国王刣死啦。伊讲安尼，好啦，我帮忙你，你踮桌仔骹桌子底下，哦，你伫迄个桌仔的下骹，毋通出声哦。好，过无偌久哦，奇银王当啊乒乒乓乓，因为伊惊咯，像咧地动诶，啊伊有闻着阿嬷，迄是阿嬷哦。我吼有闻着人诶味，我要食人肉，我讲啥物人肉啦，无啦。啊伊就讲哦，阿嬷煮饭来食，伊拍诶，遐困，啊就拍伫桌仔顶困哦。伊困到戆叫，因阿嬷就啊挽一支，挽一支金色诶头毛哦。啊就请伊讲阿嬷，你是安怎会把挽头毛啊？伊讲阿嬷头家做梦啊，梦讲吼有一个老尊夫哦，啊要退休啊，啊为什么袂当退休？伊讲啊，都因为吼，伊吼，迄个阵，迄个吼，伊就爱有一个人穿红衫来甲接班，穿红色的衫来甲接班，伊才会当当去。吼安尼哦，好你困，阿嬷来煮饭互你食。啊伊佫困了，佫讲，伊佫讲，我挽一支金色的头毛，阿嬷，你敢会佫把挽头毛？哎哟，阿嬷佫做一个梦，伊讲你哪会佫做梦？我梦讲吼，有吼一个喷水池、喷水池拢会喷的吼，白色的珍珠，啊，即摆哪会拢袂喷？伊讲，哎哟，啊，着迄喷水池里头咪一只啊，大只的姜子啦、癞蛤蟆啦，姜子你甲抬掉就好，会佫喷水啊。好，啊，你困，阿嬷煮饭互你食。伊佫讲啊讲叫，伊讲，我甲阮第3支头毛金色的，阿嬷，啊你佫甲我扭头毛，哎，阿嬷佫做梦，你若遐济梦啊？我你讲，阿嬷吼，你梦讲安怎呢？梦讲有迄吼，迄落啦，迄落有一丛树仔拢发金色的苹果，即摆拢袂发啦，为虾米啦？伊讲，哎哟，啊着吼，迄啊树坑吼，迄树仔下骹有一个鸟鼠仔坑，啊伊拢头夹迄树根啦、树根，啊夹一个吼，伊就袂发啦。吼安尼哦，好，你困。这是阿嬷已经挽3支金色的头毛，啊，迄个阿达嘛听着，伊要爱的原因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伊偷甲打落好，啊，互阿达因走，啊走了呢，伊就经过迄个
蒲哥树遐，伊就甲因讲你有几只鸟鼠伫遐，所以因灌水哦，甲鸟鼠呢灌哦走出来，甲鸟鼠杀死，后来因就那发金凤果啊，啊伊就送我金凤果互阿达拉。好，到第二个所在呢，伊佫甲讲哇，原来吼，恁咧喷水池下骹有米箱啊，足大只个，迄姜子癞蛤蟆，应该掠出来甲杀死。哦，杀死了哦，伊佫喷水，佫喷金色，迄个白色的珍珠，伊佫送伊珍珠哦，送第一，佫有送金凤果，佫有送珍珠。好，伊到迄个湖边，佫叫迄个船夫吼，安那甲船仔呢吼，佫过过另外迄边，伊甲讲，你若看到一个穿红衫的人吼。安怎？你着甲吼，你过船啊，即两支船路船桨的台语叫做船路，你甲即两支船路交回，安尼风就袂甲你吹倒转来。好，安尼好，伊就等伊哦，等伊了呢，伊就国王讲，国王，你看我有摕到3支的金头毛，伊讲哈，真正摕到哦，伊讲啊，毋过你敢有聘金？有哦，我有金凤果，啊，佫珍珠佮凤果，拢互你。好，国王足贪心的哦，伊偌贪心，你知无？伊怎啊讲？你若有遮物件，伊就甲讲哦。国王想讲好啊，安尼吼，我嘛要来吼来摕安尼啦。伊就甲国王讲一句话哦，国王，你若要去吼，安怎？迄个我甲你讲，迄吼，因上介意吼穿红色的衫。你若穿红色的衫吼去吼，伊会互你更较济。安尼啦，伊会互你更较济，互金凤果，啊，佫再吼珍珠安尼啦。啊，你咧找迄个过船仔的人，你载。好，国王哦，足欢喜哦，怎啊穿红色的衫哦，啊，骑马哦，骑到遐的时阵呢，安怎？伊怎啊吼？迄个吼过船的人讲，我要过kỳ金山，你带我过。哇，迄个过船的人吼，迄个老船夫足欢喜的啊，足欢喜，伊怎安怎？伊怎吼？甲迄两船路哦，甲我讲，国王交互你，你家己过，我要等你啊。啊，伊就吼走哦，迄个老船夫就走啊，竟然风无甲吹倒转来。啊，毋过国王就想讲，哈，你叫我家己过船，啊，靠我，国王足生气的哦。伊呢，就要甲迄两支船路，就是船桨，甲单掉。毋过伊啊，囥伫遐时，伊要走，风佮甲吹转来，伊要走，风佮甲吹转来。伊看，啊，这个是，国王都无转去啊啦，伊怎伫遐过船啊？甲过30冬，伊过船啊过30冬，30年咯吼。啊，迄个阿达拉呢，伊怎伫遐做国王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所以阿达拉吼变做国王吼，所以呢，这个阿达拉伊就是足好心，啊，国王足歹心，所以呢，好心有好报，歹心呢吼就无好报啊，有恶报对毋对？好，啊，咱今仔日的故事吼讲到遮。最後呢，來再甲大家講哦，丁愛變直，明愛變烈，丁丁定直，定定定直，明明明烈，明明明烈，生變色，生性成色，成性成色，冷呢變烈，冷冷冷烈，冷冷冷烈，哦，啊經呢變結，經經經結。勁勁勁急，好，啊，咱今日講到遮，今日的故事講兩個攏足長哦，蘇老師甲大家講再會，再會。